大家早安！又过了一个礼拜，在这礼拜当中，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回到学校，看到老师、小朋友，看到你的校园，有没有好开心啊？相信那个心是充满喜悦的。这个礼拜，在我们的分班活动当中，我们新增了幼幼班的 Meet 的小组分享哦。欢迎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我们的礼拜结束之后，跟着我们牧师娘一起分享。在礼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满有你的平安，让我们能够遵守防疫新生活的约定，让我们能够平安过着每一天。现在我们一起在线上要来敬拜你、赞美你，求天父你差遣圣灵小天使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心认真的来敬拜赞美你，也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中遵守的约定，让我们跟着主耶稣的脚步来走，成为神你所喜爱的小孩。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读经时间。紧接着，在这一期，我们要来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罗马书第8章，咱先来读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毋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信心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我们看第28节，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来，咱个做伙来读一摆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毋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信心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第28节，搁咱知万通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大家平安，很开心在主日这一天，我们又要来一起敬拜上帝。那今天呢，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叫做《我来亲近耶稣》。那它是一首台语诗歌。那这首歌呢很温柔呢，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亲近耶稣，因为呢，耶稣他会保守我们，不管出路，会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呢，会深深的爱我们。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一起的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连续唱3节。
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平安。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时间，我们要先来读上帝的话语哦，请大家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在提多书提多书3章第3节到第11节，提多书3章第3节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第3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迷失的，我们做了各种情欲和享乐的奴隶，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互相仇恨。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已经显出他的慈悲和仁爱，借着圣灵所施重生和更新的喜，拯救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把圣灵丰丰富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由于他的恩典，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而得到所盼望那永恒的生命。这话是可靠的，我希望你特别强调这些事，好使那些信上帝的人热心行善。这些事都是美好的，是对人有益的。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和有关族谱、名录以及法律上的争执，这些都是没有益处、没有价值的。对那制造纷争的人，至少给他2次警告，以后就不再跟他来往。你知道，这样的人是腐化的，他的罪性证明自己是错误的。那回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保罗他有提到他自己的过去。保罗说呢，他其实以前在他真的遇到耶稣基督之前，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悖逆，也是一个好像在迷宫当中迷路的人。他当时以为他自己的人生就是要攻击那些一开始信耶稣基督的其他人，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保罗的面前，然后直接的告诉他说，其实你之前的行为都是在欺负我的子民。所以在那之后，耶稣基督就引导了保罗走上了他正确的人生道路。保罗在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有强调一个重点，他今天的人生可以被修正到正确的道路上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保罗说，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不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情、好行为，所以他才能够从原本的错误的道路修正回来。反而呢，是因为有上帝主动的来出手，来帮助保罗。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帮助，所以上帝的恩典让保罗他虽然是一个会犯错的罪人，但是在上帝恩典里面，他可以被看作是义人一样，然后他的生命能够得到转变，再一次的来全心全力的成为上帝的好伙伴，上帝的好同工。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
保罗呢，就是强调了这样的道理：上帝降下赐下的圣灵，会让我们的心灵里面重新的再一次被洗干净。上帝呢，也会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信靠他的人。那我们呢，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就会有上帝丰富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透过圣灵，我们就可以有新生命。那借着圣灵的更新，我们就有了新生的样式。那我们既然圣灵让我们有了新生命的样式，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生命的样式表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今天你在学校，你看到了身边发生了一件不公义的事情，这时候你会勇敢的站出来吗？还是你会觉得，就算我不讲，搞不好别人也会讲出来，我就等等看有没有其他人会讲出来呢？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他却是鼓励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有耶稣基督的帮忙，我们可以辨明真理，知道对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适时的让心里面的真理把它彰显出来，这样我们身边的人也才能够透过这些来认出来说，原来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子民，是基督耶稣的儿女。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后半段，保罗有跟提多又讲到了一件事情。那当时保罗在旅行的时候，他到了很多地方，在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是很努力的让许多外邦人，就是本来就不是犹太人的外国人，对犹太人来说是外国人，比如说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保罗呢在努力的让一些这样的外国人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成为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说，而且是对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说，保罗这样的行为呢是很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的传统当中，所有要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成为信仰一份子的人，男生呢，当时的男生都必须要有割礼，做这件事情之后，才能够证明自己是这个信仰的一份子。割礼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小婴儿男生出生之后要把包皮割掉，那做这件事情之后来证明或者来代表自己是属于犹太信仰的一份子。但是对外国人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保罗并没有要求外国人在信耶稣的时候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犹太人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呢，就认为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就认为保罗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然后甚至会跟保罗起争论。所以保罗在这边呢点出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提多可能也会被同样的会被反对他的犹太人提问同样的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争论有没有结果呢？其实在保罗看来，这样的争论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告诉提多不要花时间在跟这一群犹太人辩论这样的道理，反而要把时间留在哪里呢？把时间留在扩展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扩展福音这件事，不是只有嘴巴说说而已，重要的是，因为你的行为也会被其他的人看在眼里，所以人们不是只有听提多在讲什么，其实也会观察提多他做的事情和他教导人们的事情有没有一致。提多如果告诉他身边的人们说，你们要互相的相爱，要原谅彼此的过错，或者说做错事要认错，结果讲一讲，提多自己都没有做到这些事情，那你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可能成功的传出去吗？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就像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时候可能身边非基督徒的朋友
基于好奇或基于想要逗逗我们，会跟我们在言语上面有一些争论。他们可能会问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喝酒吗？不是不能吃血吗？”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这些。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从品性和行为上面去发光发热，去做出善良的事情，然后用这样正面的行为来感染身边的人，吸引身边的人也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能够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从中学习，然后依靠上帝，知道我们的得救呢，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上帝恩典才让我们得救的。我们现在一起念这一周金句，先来念台语。我对上帝甲人拢尽力保持清白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对上帝甲人拢尽力保持清白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节。再来，我们一起来念华语。在上帝和人面前，常保持着清白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节。在上帝和人面前，常保持着清白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节。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天透过了使徒保罗、提多这2位人物，当时保罗提醒提多的这些话，也可以在今天我们听到，然后来学习。因为你教导了提多，在克里特岛上面，在一个可能不是基督徒的环境当中，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活出基督徒的品性还有生活，那来发光发热，影响我们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也吸引他们来认识主耶稣，来认识这个美好的信仰。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在之后的日子，我们可以持续的来从你的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获得你的教导，来跟随你的脚步，在我们的品性道德上面能够成为更完全的、更美好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
主日学呢，小黑老师要再带大家折一颗爱心。那要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息的教导呢？那我相信呢，每个人都需要一颗基督的心。好，那首先呢，你们需要准备一张册子，那大小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册子。好，那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沿着对角线，我们要对折。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第二步骤呢，则是沿着另外一边的对角线呢，再做一个对折。那大概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取一边的底角，我们要往上折。往上折的时候，请注意，只要折到中间的那个线就可以了。这样看清楚吗？就是只要折到中间的线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边的底角呢，我们要也让它往上折。这个是呢，不是要折到底角，而是要折到上边。上边，我们这样往上折。那最后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要把右边下面这边，我们要往上，沿着中间的这条线要往上折。那大概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那已经有一点爱心的雏形咯。然后呢，左边呢也要这样往上折。折出来之后，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就已经有爱心的雏形了，但是呢，我们还要再做最后的一些的修补。首先呢，是两边我们都稍微的往内折，两边呢都稍微的要往内折，然后呢，上面呢也要稍微的往下折，像这样。大概都是这样，就往内折。折完了之后，就是像现在这样子，一个爱心就完成咯。小朋友，在这一个暑假当中，我们一直都在线上，无法实体的做礼拜。那在我们当中有我们的好朋友，他们要出国，有人要搬家。我们真的是内心感到很舍不得，但是上帝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都是一家人，也愿上帝保守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不管他们在哪里，天父爸爸的爱永远与他同在。那我们的牧师为 Emily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愿上帝保守 Emily， 让她出国这一段时间都满有上帝的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不断赞美你。虽然在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同学见面，但主你的爱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也通过线上的方式，我们彼此都继续在主你的爱当中得到学习。主，我们今天要一起为 Emily 献上祷告，未来将有一段时间她会出国，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就与她同在，保守她，无论她在哪里，主你都自己带领她，让她每一步都不断看见主你的恩典与她同在，也祝福她的家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外国，都有主你的祝福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当他们在彼此陪伴、彼此分享的过程，就领受上帝你奇妙的带领。也愿你继续保守 Emily， 让她不论在哪里，她的每一步的学习都充满感恩，也充满新的上帝你所赏赐的惊喜，要在她的生命当中。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把 Emily 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 Emily， 耶！
我们的线上亲子礼拜会持续到8月底，9月再视疫情的状况来规划实体聚会的方式，请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每周的线上亲子礼拜。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提多书3章第3节到第11节，提多书3章第3节到11节。9点半，我们将在线上举行幼稚园以及低、中、高年级的分组时间，欢迎小朋友踊跃参与。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个礼拜，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日夜来思考，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主啊，你所喜悦的行为。主啊，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说出主啊，你所喜爱我们说的话。请你用你的话语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洁白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带来影响。主啊，感谢你，在面对疫情这样的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能够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主要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让我们彼此能够一起聚集在一起。再等一下，我们也有分组的时间，求主你让我们在分组当中能够去讨论、去思考你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中，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